以詩歌同埋奉獻去做回應嘅時間，我哋先喺位置上面咧預備好現金，預備好咧，我邀請你一同起立，我哋就唱詩歌嘅喎。领我出适应的有路，是你带我经风霜的道路，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，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路。让软弱的脚刚强，是你让灰心的脚难忘，是你将万物伏在你脚前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我要举双手来敬拜，来降服于你，将我全人投入你爱的怀里。我要一生一世尊崇你生命，使我活出神的荣耀，是你。适应的有路，是你带我经丰盛的道路，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，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路，是你让软弱的脚刚强，是你让灰心的脚盼望，是你将万物伏在你脚前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我要举双手来敬拜，来降服于你，将我全人投入你爱的怀里。我要一生一世尊崇你生命，使我活出神的荣耀，是我永远的主，是我的山寨，我灵，我心坚定于你。你是我永远的主，我要赞美你名。你是我生命的确据，我的确据。我要举双手来敬拜，来降服于你，将我全人投入你爱的怀里。我要一生一世尊崇你生命，使我活出神的荣耀，是你来降服于你，将我全人投入你爱的怀里。我要一生一世尊崇你生命，使我活出神的荣耀，是你。
我哋同心去禱告。慈愛嘅天父，我哋喺立約主日嚟到你嘅面前，感謝你以慈愛嘅手引導我哋邁向新嘅一年。主啊，我哋呢一刻同你重新嘅立約，將我哋嘅身心奉獻，作你和平嘅器皿。讓我哋喺約翰福音嘅裏邊，我哋再一次嘅去到肯定，你係世界嘅光，亦係世界嘅主。你超過時間，勝過黑暗，就發生喺住喺我哋當下嘅當中。主啊，我哋亦都為到你作為我哋教會嘅元首，我哋去到感謝你，去到踏入我哋建堂嘅60週年呢一個恩典之路。求你繼續使我哋作鹽作光，成為你嘅見證。我哋都將有需要嘅肢體去到交託，求主你去到醫治。有徐神彩、施炳昌、徐桂開、譚敏賢呢啲有身體軟弱嘅教友，亦都求你加力俾醫療嘅人員同埋身體軟弱嘅人士，喺疲憊嘅當中，求你賜下身心嘅安泰。我哋都為到社會上一啲悲傷嘅事情、世間嘅苦難，我哋去到求主去到幫助憐憫。特別係近期喺台灣嘅地震裏邊受創嘅百姓，願主你去到安撫佢哋驚惶嘅心，成為佢哋嗰個嘅幫助同埋力量。願你嘅國度降臨，願佢哋睇見你嘅應許同埋幫助。我哋如此嘅禱告，奉主基督得勝嘅名祈求。阿們。弟兄姊妹請坐。跟住咧有一啲嘅家事報告。首先咧，我哋歡迎今次咧今主日咧第一次嚟到教會嘅新朋友。大家有冇留意？有冇新朋友喺我哋嘅當中？我哋可以歡迎你。今主日冇咁我哋50金禧嘅文件簿咧，如果你已經係